尽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我全心依靠你，我们一起拍手。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那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们的坚固城，我们要不住的感谢主，因你无比的大爱。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那山小山会挪移，但是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我们要不住的感谢，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那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你信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全部，一生跟随你。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
我全人全心，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单单归于你。主求你充满我们灵，求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付出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付出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付出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主，我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紧紧的跟随你，直到永远。主，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全心来荣耀你。我们放弃依靠我们自己的骄傲。主，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得新的生命。我们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主，祈求你时时刻刻与我们的同在。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颗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我们的源头，我们的盼望都是你主。我们一起用全心来荣耀耶稣。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颗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
的源头，我的盼望。我是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再次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跟随你，也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求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我们依然站立，使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所设立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起头来亲近你，思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有符合你所教导我们的，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犯。盼望新的一个礼拜有新的气象，无论在个人、家庭、学校，还是在工作的场所，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随时活出基督徒的香味，可以荣耀上帝的名。今天也是大专事工奉献主日，当长老教会的大学生在外地读书的同时，也需要牧者来引导这个年纪的大学生一同受造就。在大专团契的4年中间，在一个人信仰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他们没有继续在信仰上获得造就，他们可能就很快的离开基督信仰，出社会之后也不可能在教会继续聚会，因为娱乐、引诱、试探在现今这个网络时代实在太多太复杂。我们需要大专事工持续来牧养这一群在外地求学的大学生，也期盼教会可以伸出援手，对于大专事工来给予更多的代祷与支持。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我们来看教会消息的部分。第一点，本主日是中会所定的大专事工奉献主日。我们感谢华江教会林英昌牧师的信息分享。那知梅牧师也受派到华江教会请安募款，请大家为大专校园事工的需要关心代祷。那我本身也是大专团契出身的，那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大专团契的。那林英昌牧师刚好本身是大专的辅导出身，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他稍微介绍一下大专团契，因为这边也还有一些高中生啊还没有接触过大学不知道什么是大专长青团契的，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那希望每一个高中生啊以后都能够进到长青团契来学习。好，第4点，5月26号礼拜天下午12点半，教育部要举办全教会的趣味竞赛，地点在建成国中篮球场。主办单位为了方便预备相关物品，请大家至1楼柜台登记报名。好，第5点，112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备好了，那请到月线柜或是公布栏自行拿取。团契消息第2点，5月4号到5号，礼拜6到礼拜天，就下礼拜。启智团契跟妇女团契的联合退休会，一节牧师要随队同行，地点在威尼斯的温泉露营地。好，圣经我来念，记载在使徒行传8章26节到40节。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了。腓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讲到，我们请林英昌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传讲耶稣的福音。大家平安，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聚集敬拜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可能正如同那位太监一样，我们所读的我们不明白。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所领受，也更清楚知道何谓上帝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大家除了礼拜天来教会听讲道比如说我们刚刚思会照明执事他读这段圣经，他读的你们明白吗？他所念的你们明白吗？他所念的你们明白吗？
就这段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明白吗？通常我们不太明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2000年前的人啊。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些圣经背景的历史资料我们不清楚，对不对？没错吧？所以你在家你会不会花时间读圣经？好，大家工作都很忙啊。有小孩的举手。OK， 好，小孩子应该都还很小啊，你们都这么年轻啊。我的孩子，2个读小一，快8岁啊，1个5岁，所以回到家都像战争一样，每天都跟战争一样，每天都吵架，然后每天都不想写功课。有人点头，对不对？很难教。其实不是很难教，就是他们这个年纪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的年纪大概都是社青啊，可能都年纪比我年轻一点点啊。正在工作忙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老板很压榨人，对不对？工作都没有那个下班时间啊，赖都要回复，对不对？好，点头哈，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真的很辛苦，上班都没有下班的时间啊，回到家可能如果你已经有小孩或有家庭的，或者是你有一些家庭的负担要付出的啊，有年长者的长辈的啊，你都要去关顾，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上面有父母，下面可能有小孩啊，所以很多现在人都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啊，自己过比较轻松。但是就算你是一个人过，你也是被工作压得满满的之类的。所以我们在周间，其实我想可能不仅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是如此，我自己服侍的教会的兄弟姐妹，连长职同工都很难有时间读书、读圣经，因为真的很忙，有家庭生活，然后要不要睡觉？要不要洗澡、洗衣服？要不要晒衣服？要啊。要不要上厕所？要。其实真的啦，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很难认真读上帝的话？我们的时间真的很难让我们有心去读上帝的话。另外一个是，等到你真的有想要读的时候，你又读不懂。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大部分是不明白，对不对？大部分是不明白。身为一个传道人，我1个礼拜可能要接触3到4段不同的圣经，我明白吗？子瑜，你爸爸明白吗？家里很多什么书？你爸爸很多什么书？注释书。传道人要读懂圣经，也要通过这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才会明白。所以，更何况是一般教会的兄弟姐妹或长职同工，所以你们所念的，你们可能不明白。正如今天经文所说，这个太监说他在读以赛亚书，这以赛亚书在哪里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有兴趣，你翻一下啊。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就是这个太监所读的。哎，牧师为什么知道？因为圣灵感动，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吗？因为我有看注释书啊。牧师要讲到要很认真的预备，所以牧师要认真查考圣经。怎么查考？就是要大量的阅读。所以其实我最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各位兄弟姐妹，你们怎么认识上帝？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信仰？你每个礼拜来这边服侍，或你每个礼拜早上你没出去玩，你也没有睡觉睡到中午啊，11点半礼拜你10点多就要起床，对不对？可能刚刚不用啊，那位弟兄打鼓的他住对面，他可能11点以前起床可以啊，没错吧？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怎么认识这个信仰的？你们怎么认识这个信仰的？什么是基督徒的信仰？我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用一点时间，你们都来了嘛，对不对？你都没有睡到中午，你都
没有出去玩，然后你都花时间来到这边了。我请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从上帝的话里面认识上帝，那你从哪里认识上帝？从哪里？你会从哪里认识上帝？听见证，对不对？会不会从听见证认识上帝？会。好，那这个见证谁做？可能教会有安排，像我们今年就请这个伊甸的一个喜恩合唱团，他们是盲人合唱团，他们来做见证，很感动，真的。有的是天生看不见，有的是后来受伤看不见，但他们相信耶稣，然后没有因此得看见，可是他们也因此得看见，这是他们分享的。他们对生命的看见开始不一样，这个见证很感动。我女儿到现在哈，我车上那个有抓他们的这个诗歌分享，他们都会跟着唱。以赛亚书有说让盲人得看见。好，我们怎么认识上帝？我们通常都在教会里面认识上帝，因为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对不对？我们透过很多人的见证分享认识上帝。如果你今天来教会，你不是因着自己读圣经认识上帝，而你是透过教会的兄弟姐妹认识上帝，你是通过牧师、透过长老、透过执事、透过你团契的朋友认识上帝，很有可能大家都有一种经验，就是有没有动没了这样子受不了某个人啊，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念头过？我有啊。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有。我们的兄弟姐妹肢体同工里面，一定会有让你受不了的人。然后呢，你一定会觉得说，真没见证啊！我们刚才说从见证里面去认识上帝，对不对？你一定会在心里面 murmur 说，这个人当同工真的是就不更简哎，有没有？特别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传道人，或者是有一些长老，他们进到中会、总会去参加这些会议，他们也会说：“哎，教会怎么会这样？那些传道人怎么会这样？那一些你越了解教会的事物推动的时候，你就说怎么这么没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从圣经认识上帝，我们是从人的群体认识上帝，很可能你会跌倒离开。因为你看不到好的见证，那你可能很常听到见证，什么见证？病得医治的见证，这个有没有记载在圣经？有，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前面的8章前面就会读到这个。腓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他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他们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大有欢喜。有没有病得医治的见证？有没有鬼附赶鬼的见证？有，圣经里面有，我们真实生活里面有没有？信仰群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一些医治特会？有，确实是有这些病得医治的见证，但你都会想说，可是我都没有啊。我们更常会遇到的情况是，在教会里面，很多兄弟姐妹生病很久了，牧师也常常为他祷告，长老也常常为他祷告。我们这个刚刚有姐妹，我第一场讲完道之后，她跟我说，牧师啊，我不知道怎么为这些兄弟姐妹祷告。你们翻开周报，里面有一些需要代祷的，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已经生病很久的？他没有得医治怎么办？没有上帝了，上帝在哪里？他如果会这样子的疑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如果你来教会，你听到的见证都是病得医治的见证，你听到的见证都是我以前经商失败，后来我生意变好了，
如果你听到见证是啊，我怀孕很久都没有办法，后来上帝给我一个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我也祷告很久了，但是没有啊，会不会？会啊，我就遇到过这样子的兄弟姐妹，还去做这个人工受孕，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怎么办？我怎么为他祷告？上帝在哪里？你来教会干嘛？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那我们就会产生这些疑惑。当我们信仰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你遇到困难，或你人生遇到挫折，或你遇到同工的问题，或者那个人有问题，你就会想离开教会，会不会？会。很多人离开教会就是这样。但我们今天看经文，或你看所有的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不管是神迹奇事也好，赶鬼也好，或保罗被抓、彼得被抓到监狱之后，大地震，我们最近有大地震，对不对？我们喜欢这个地震吗？不喜欢。保罗跟彼得被抓去关都是地震救他们出来的，真的啊。那我们会说，上帝可以做那么多事情，为什么没有做在我身上？我今天早上问第一堂的兄弟姐妹，我说，今天你在家里面，你们比较年轻啊，你想要的跟你现在有对象的，或你已经结婚的有没有？你想的跟你亲密关系的另一半的都一样吗？没有，其实不会都一样啊。你想的跟你的孩子都一样吗？会不会一样？你想的跟你爸爸妈妈想的有没有一样？你们兄弟姐妹当中，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想的有没有一样？好，我问你，我们今天大家都祷告好不好？我们都跟上帝求。今天跟昨天是统测，对不对？等一下快考完了。我说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很关心她的儿子，她希望她儿子考到的学校或方向跟她儿子自己想的不一样。我问你，如果今天他们母子祷告上帝，要成就谁的祷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上帝，你都不听我的，我祷告那么久了，你都不理我，会不会？会不会啦？会。所以，如果今天你们在家里面，你们每个人祷告的都不一样，至于你跟你男朋友祷告的想的东西有一样吗？都一样。哇，太好了，感谢主。真的啊，但未必成就啊。那怎么办？我们常常会有这些困惑，对不对？读我又读不懂，来教会到底干嘛？我祷告又没有用，会不会啊？然后那个人又奇奇怪怪的，你也搞不好你自己也奇奇怪怪的，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奇奇怪怪的？我们所念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来教会，我们可能听了很多见证，那我们都觉得说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其实这是个大哉问啊。刚刚带敬拜，其实我很感动。我们那个歌词有一段整个不见了。第一次唱的时候，那个我们同工就发现了；第二次唱的时候，我们同工就直接提词了。因为没有歌词可以看，我们只好听他提词来唱，真的很用心在预备。我们认真在服侍。现在很多教会在传讲上帝的道。我刚才讲的，如果你们教会，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在家读圣经，你唯一会听到跟圣经相关的就是现在讲道时间，对不对？除此之外，你可能都不会再碰了。如果今天很多的教会，他的教导是一直请人来做见证，你就会以后你就会开始困惑，那么多人做见证，那我都没有，我的祷告都没有成就呢。
你会开始困惑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在教会的讲道是一直要你们相信奉献，然后上帝会加倍的祝福；如果今天教会的讲道是要你们认真服侍摆上，你们会蒙福，这确实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对不对？有没有记载？有，确实有。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也记载别的啊，比如说约伯记，那个人可不可怜？你要不要跟他一样，然后最后你获得加倍的祝福？要不要？要不要？不要。有要的举手。你们读过约伯记吗？你们知道那个人多惨吗？真的很惨，他真的很惨。智慧文学里面有不同的文学，有传道书，有诗篇，有箴言，有约伯记。圣经那么丰富，他告诉我们，传道书告诉我们什么？你不用努力了啦，你躺平就好了。很虚空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对不对？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你那么认真干嘛？他真的是要跟你讲这样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你今天来礼拜，我希望你清楚你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牧师的传讲，我们不是自己读圣经，我们就只能靠这一个牧师，不管是哪个牧师，因为不会有一个牧师从你年轻到老一直听他讲道，不可能。我会退休或我会死掉，你们还那么年轻，如果你还在教会，不可能一直听我讲道，或听知美牧师讲道，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信仰只建立在牧师的传讲，那很有可能你会产生的现象就是信仰不清楚，因为你会不断的听到某位人士他所讲的东西而已，可是你不知道真正的上帝是什么。好，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8章，第8章。如果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第1章第8节在讲什么？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呢，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这个是《使徒行传》的大纲、总纲，意思就是说，你看整本《使徒行传》就是跟这一节有关，而《使徒行传》第8章正好印证这件事情。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今天你读《使徒行传》第8章，你会看到腓利的故事。腓利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聚会，对不对？圣灵降临节，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2章，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临，每个人都会喷火，有没有？没有啦，是有火降临，他们开始讲别的话语，对不对？然后他们开始为主做见证。所以你要求圣灵感动的意思，不是要你得着能力，是你要为主做见证，各位。所以你求圣灵要干嘛？如果牧师教导你求圣灵，你要干嘛？你求圣灵要干嘛？各位告诉我，你有没有祷告求过圣灵？有没有？牧师有没有叫你我们一起来求圣灵？有没有？我们求圣灵要干嘛？得着能力，然后怎样？为主做见证。好，然后呢？你看到腓利在第7章之后，司提反被杀，耶路撒冷的门徒开始被逼迫向外跑，福音开始传出去了。我刚才讲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从第8章开始，你看见使徒们、门徒们开始往外。圣灵通过逼迫
来让这一些人怎么样？往外。通过受苦来传福音，你要不要？各位，我们教会当中有人被杀了，然后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在这边聚会了，但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你要不要？腓利到了撒玛利亚，他刚才我们讲了，他行神迹有没有？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你来教会干嘛？啊，我就事业不顺啊，我希望来教会祷告啊，然后上帝让我事业顺一点啊，这就是福音，是吗？是不是啊？不是啊，其实这不是福音啊。神迹奇事的重点是那些人本来不认识上帝，但是通过神迹奇事而认识说，哇，怎么会这样啊？对不对？然后你告诉他什么？这就是上帝啊。但是不是你告诉他说你有什么就来跟上帝求，其实不是这个重点。所以你会看到腓利他讲什么？他继续传讲耶稣的福音。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腓利他到旷野去，遇到一个太监坐在马车上面。这个太监很有钱，因为他是大官。他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懂。腓利说：“你读了，你明白吗？”他不明白，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不明白。这个太监说：“先知以赛亚书在讲的是先知指他本人，还是有讲其他人吗？对不对？你有没有看经文？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在讲的这段话是先知指着他自己，还是指着别人？因为先知受苦，对不对？以赛亚受苦，他传讲的人都不听，所以他在指的是自己还是别人？腓利从这边开始对他宣讲耶稣基督，然后后来他信了。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你有没有听过？你信吗？然后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罪得赦免，这对你来讲重要吗？如果你来教会，你已经知道这个道理，这对你来讲重要吗？其实不重要，因为不重要，所以你遇到问题你就不会来了。耶稣为我死，好，然后呢？我感觉不到啊。你有感觉到吗？各位，你有感觉到耶稣为你死吗？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啦？没有，其实没有。门徒们有，是因为他跟过他，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后来就相信了，然后呢，很认真传福音，因为他们亲眼见证耶稣死而复活。但我们很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可是耶稣还要再为我们死一次吗？有需要吗？不然我们叫耶稣来，然后再叫他死一次，要不要？其实不需要，对不对？耶稣叫门徒们彼此相爱，然后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什么是做见证？我要讲，不是你一直在这边讲我病得医治啊。我那天看一个教会同工传给我说，他先生的叔叔写了快80岁，写了一个见证，我很感动。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不是福音啊，这是他的见证。我总不能拿着这个见证去跟另外一个生病的人说：“哎，这位弟兄，照明执事，你生病那么久了，你看一下这个见证，你要好好祷告。”我可以这样吗？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我们都这样啊，在教会都这样啊。做完见证之后，然后叫人家祷告啊，不是吗？所以我们所念的，我们明白吗？我们在传扬耶稣的福音，其实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胜过死亡这件事情，就是门徒们在传的。门徒们他们以前不知道、不相信，后来他们知道了，他们就传这件事情，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福音。马街151年前来台湾，就是讲这件事情，对不对？
兰大卫医师夫妇，他的儿子用医疗传道，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我们怎么有感呢？耶稣交代他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基督徒要让这个世界变好，怎么变好？怎么做见证？就是你要去看见人的需要，并且坐在他身上，对不对？在马太福音书25章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有一个王，他要审判，分两边啊，让我们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这边的人被审判，这边人得祝福，为什么？因为这边的人看见耶稣渴了没有给他喝，看见耶稣饿了没有给他吃，看见耶稣没有衣服穿没有给他衣服穿，看见耶稣在监狱没有给他监狱。那些人说什么？哪有？我哪有看到你在监狱里面啊？耶稣说：“这边人怎么样？看见我渴了，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我喝啊！看见我饿了，给我什么？给我吃！看见我没有衣服，给我什么？给我衣服穿！看见我现在在监狱里面，他到监狱里面来看我。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他说：你坐在什么？你坐在那一些卑微的人身上的，就是坐在什么？坐在我身上。你们都懂啊。但我们很难做这些事情，因为太辛苦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来教会感受不到上帝？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各位，如果今天教会的牧师是不会关心你们的，你们会感受不到什么？爱啊！我们说上帝先爱我们，然后我们彼此相爱，有没有？你来教会，你要得到的是病得医治，还是你要来教会感受到上帝？你又说我感受不到上帝，因为教会没有爱。我的很多青年，他们很不喜欢来教会，为什么？因为父母很认真来教会聚会，父母很认真来教会服侍，但是在家里面他们感受不到爱，有没有？是不是啊？其实是啊，所以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留在教会。如果他父母是长老执事，或第4代、第5代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主，我们没有活出见证，在家庭里面感受不到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你当然感受不到上帝啊，不是吗？到哪里见到上帝？如果在教会的话，如果你家是基督的家的话，见证是什么？我再讲一次，见证是我们在需要的地方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如果我们来教会，我们让别人看不到基督生命的呈现。今天我是牧师，你们是执事、长老、同工，你是团契的会长，你有没有让别人感受到基督在我们当中？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什么？我的学生来。”所以，我们到底来教会干嘛？我们从教会出去要干嘛？各位，你等一下礼拜完结束，你去吃大餐，然后你就离开这里。你1个礼拜的时间，你都在外面，你怎么传福音？你传的福音是你希望你认识的人他有困难，然后你为他祷告，然后或者是他自己祷告，然后就改变，还是你就真的陪伴他？还是你就真的帮助他？哪一种？哪一种比较容易？哪一种？叫他祷告最快了啊，我帮他祷告好了，但你还常常没帮他祷告，对不对？其实很难啊，爱很难。我一直在讲爱很难这件事情，在家庭也很难。
常常会爱不下去，因为他都没有照我的意思。所以今天你们真的，我坦白讲，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教会，我们不管是练敬拜、练诗会，或你是准备聚会，你们有准备聚会的经验吗？你今天你主领要不要预备？要。我们来教会，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所念的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各位，福音不是只有病得医治，被鬼附赶出去，然后你祷告你孩子考试都上台大。我常常说，我昨天说，如果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兄弟姐妹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说孩子们都上台大，最好是上医科。上帝最好都成就我们的祈祷，然后大家都不用买鸡排吃，因为大家都去当医生嘛，对不对？我们教会还有什么好吃的产品，对不对？我们都去当医生，都不要卖这些东西，大家都吃不到东西啊，这正常吗？各位这么正常？我觉得我们很不正常啊，但我们都做这些祷告啊。你生病了，如果你今天是重症，你希望病得医治，然后呢？然后我长生不老，好不好？我相信我们得永生，但是主还没有来，在这之前，我们会睡着，对不对？安息。所以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得到永生的确据，可是我们还在祷告，我每一次的病都要得医治。我们在祷告什么？而不是求主的平安与我同在，求主让我有勇气去面对每一个困难。所以我们所念的，我们明白吗？这个太监后来就受洗了，为什么？他是个太监。太监本来是不被接纳的。你读《申命记》23章，看见第1节那边说，外甥受伤的太监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堂。那个有他的时代背景，我们也不明白，如果我们没有读的话。但在这边，他读以赛亚书53章，如果你继续读以赛亚书55章、56章，你会读到，在56章里面他说，太监不要说我像枯树，枯树是什么？死掉的树，对不对？因为所有的外邦人跟太监都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得以被接纳进上帝的会中。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申命记说，太监不能进上帝的会中。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应许说，这些被拒绝的边缘人可以进到上帝的会中。你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97%的人都是非精英啊，只有少数3% 的人是享受握有资源权利的，很多人都在受苦，而福音就是传给所有的人。我们得着了，我们也相信。但其实我们没有相信，我们感受不到爱，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就，我们不知道来教会干嘛，然后我们就离开。可是福音是说，你信耶稣你就得着了，你相信吗？各位，这对你重要吗？你的生命有得改变吗？基督徒是新造的人，基督让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我们的价值观会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听到那些很感动的见证，都是你发现那些都是不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情，对不对？怎么会为人家付出到这种程度啊？是疯了吗？是不是？可是你还是很感动啊！你看到那些宣教师来做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很感动？你很感动，
其实我们很感动，但是我们都希望那个不是我，我不用做这些，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对不对？但是这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说，若要跟从我的人要怎么样？背起你的十字架。若要为首的，必须先怎么样？服侍人啊，有没有？做主人的要怎么样对待奴隶？要好好对待他们。做奴隶的要怎么样？要认真的工作回应你的主人。他没有说做奴隶的变成主人，没有哦，对不对？先生夫妻要彼此顺服，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有没有？这就是做见证，各位。但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成为这样子的人，教会里面看不到真正的信仰跟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我们成为你的肢体。主，我们来教会可能很久，或我们来教会不久，我们所读的我们都不明白。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来教会干嘛。常常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充满着挫折，充满着疑问。常常我们的祷告不得应允，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求什么。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主你的应许已经实现。正如那些初代教会的门徒跟使徒们，他们因着见证主的死而复活，而传讲做见证。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看见人的需要，他们就借着圣灵的大能行神迹奇事，为的是要帮助这些人认识耶稣。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成为那个爱的出口，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充满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孩子，我们的亲密关系的对象也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样式。这就是我们所为你所做的见证。我们关心人、为人祷告，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乃是照主你的意思。求主你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耶稣基督》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全心荣耀耶稣，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们现在重新来唱。
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主，你用这样牺牲的爱来爱我们。主，你不用再为了我们再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确信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主，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盼望，就是永生。主，这是信心。主，这是我们的信靠。主，这是你的信实。主，我们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求你的灵给我们勇气。来教会，我们所依靠的圣灵是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依然相信主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我们在世上虽有苦难，但是主，我们已经胜过苦难。主，我们还能够爱人，因为主你的灵帮助我们有勇气在困难当中继续的去爱。主，这是何等困难的事！但是因此我们去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成为我们当中的见证，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人的见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主，这是真的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阿门。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一起拍手，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来，我一起看一下。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一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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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好，我们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我们可以一起交谊请安。楼下有爱餐，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来享用。